安装已经在线上制作好的手机 APP 程式。台南市长候选人高士博博士在新营实践堂演说闽南语。这个手机有设定要封锁，但是要把它打开。要把它先允许它，先允许它可以安装。这里允许安装。这个自己知道这个程式，所以把它按个允许安装。按个允许安装。按允许安装，再安装啊！这个知道这个程式的由来，然后谁在电脑网络线上制作，然后从电子邮件传回来，放到手机的记忆卡里面，然后再来安装的，已经安装应用程式，按开启哦，按开启，按开启啊。上面还有影片，上面还有 YouTube 的影片啊。那底下有电子邮件信箱，还有这个，还有演讲的部分，按下去就播放这个部分的影片。这个跟实际制作的时候看到的画面不太一样。按下去就可以看到以前的台南市长、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博士的演说。然后要看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谢龙介主委演说，就按这里；按那个蔡议会议员演说，按这里；要看张世贤议员演说，按这里啊。要按这个口号，台南人解救全台湾。按这个口号，按这个团结集气、打气喊话口号，台南人解救全台湾，就按下去。找到那个关键字了吗？按下去，然后它就会播放啊。从按上面这个影片的部分来。如果这个画面太小的话，就把它手机转个90度，然后好像转个90度哈。按这个全荧幕，先按全荧幕，这个符号就是全荧幕，先按了全荧幕这个符号，然后要把它再大一点就这样。
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在 YouTube 网络上也可以看。那个按这个是全萤幕，按这个符号是全萤幕。哦，不，再回到原来的，按一下画面，然后有这个符号，去按到那个喇叭啊，这个喇叭要按一下才有声音。再点一下画面就会出现这个，按一下喇叭就会有声音。我的影片转一下，会调整画面。目前这个画面已经可以用了，画面已经可以用了，就不必转了啊。这是那个线，接到手机的 USB 线。现在光线不好，所以不是很清楚。光线好就会很清楚。点一下，它就会画面就就跑到上面去了，然后下面有好多选单可以用。
画面有很多选单可以。现在从那个手机从手机萤幕最下面6个点这边，程式库进去找新安装的这个 APP 程式。通常新安装的会在你看最后面吧，最后一页有看到那个水蓝色 GO， 然后那个英文字数字有 APP 的 APP 2018-0702，就是这个，按下去，然后拉到那个桌面。按下去了拉到桌面，按下去它会反应跑到桌面拉到桌面。这个是已经显示出来了，按自我它拉到桌面，看就跑到桌面上来。就按住拉到桌面那以后就按这个 APP 程式就可以看影片了等一下，上面还有影片，这个小图示视窗，电子邮件信箱了，按下去也可以写信件了。你看，跑到那个 email 写信件的那个部分，你看撰写就可以马上写电子邮件内容了，写给候选人了。这个就是 email 电子 email 电子邮件的 Google 提供的那个电子邮件的功能。按这个 APP 可以看影片可以连接到那个电子邮件信箱写信可以从这个选单里面去按这个超连接，然后来看影片。按下去已经在这边可以看影片了，再退回去，按下面这个点，再退回去那个刚刚那个画面 ，APP 的画面。还要看以前的台南市长，不，上一任台南市长候选人，上一届台南市长候选人，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博士的演说，就按下去，从那个超连接按下去，就按这个小图示来看全荧幕，画面按一下就全荧幕。
卢树湘里长候选人，很优秀，很优秀，以前的新竹市民代表。还要端那个杏仁汤给大家喝呢。当天下雨呢，都积水，还穿雨鞋去现场参加活动。